我哋現正咧就係面對緊出生率咧全球最低同埋持續下跌嘅挑戰。其實咧喺特區政府咧後來亦都從善如流啦，採納咗本人同埋經民聯嘅建議，推出咗2萬元嘅新生嬰兒補助金，以及提高咗若干嘅一啲嘅免稅額。我期望特區政府咧可以認真去看待人口面臨嘅挑戰，亦都咧可以係制定咧長遠嘅人口策略。就此呢，本人會提供3個建議去俾大家參考㗎。第一，當局自2015年咧發表嘅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報告之後呢，就未有就人口政策咧公佈一啲新嘅研究啦。當局必須係走在前，制定一個完整而恆常嘅人口同埋勞動力嘅策略，並設立高層次嘅人口規劃機關，為香港未來嘅發展咧提供策略㗎。第二，當局咧係必須全盤去檢視各類嘅人才計劃嘅細節同埋門檻，對各個嘅計劃成效進行全面嘅檢討，並加強個案嘅追蹤，確保咧我哋呢一啲嘅人才計劃咧能夠真正為我哋香港帶嚟收入、稅收、消費等等嘅實際經濟效益。第三，喺生 BB 方面啦，建議當局恆常化新生嬰兒獎勵金嘅計劃，並向養育0至6歲兒童嘅家庭嘅免稅額咧能夠去增加。希望咧當中咧亦都可以咧加入到去外傭嘅工資咧，亦都可以作為扣稅嘅項目，並為多名子女嘅免稅額咧實施一個分級嘅累進安排。